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嘅發展，越嚟越多嘅澳門市民喺合作區居住、返工同返學。咁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珠澳兩地氣象預警信號，你又知道幾多呢？颱風預警信號方面，澳門分為1、3、8、9同10號風球，而珠海就分為白、藍、黃、橙同紅色預警信號。雖然描述嘅細節略有不同，但係兩地預警信號嘅等級意義接近。澳門嘅1號風球同珠海嘅颱風白色預警信號同為戒備或者注意信號，表示兩地可能會受到颱風影響。而見到3號風球或者颱風藍色預警信號，就要盡早完成防颱風嘅措施啦。當熱帶氣旋繼續接近，兩地將可能分別改發8號風球或升級颱風預警信號至黃色，表示颱風會帶嚟嚴重嘅影響。市民應停止一切海上及戶外活動，留喺安全嘅室內場所。而澳門因為內港地區地勢較低、人口密集、風暴潮影響大，因此另需特別留意澳門風暴潮警告嘅最新消息。當9號風球同颱風橙色預警信號生效，表示颱風正在進一步接近；而當最高級別嘅10號風球同颱風紅色預警信號生效時，表示颱風即將帶嚟非常嚴重嘅影響。市民要做到人不出門，車不上路。想了解更多兩地嘅氣象預警，歡迎關注珠澳兩地氣象部門嘅消息發布渠道。